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失落的囝的譬喻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，耶稣佫讲，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予我。”老爸就将财产分予因2个。过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得到全部的财产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，钱乌白开。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好迄所在发生大饥荒，伊才知欠客的艰苦。伊就予迄所在的一个人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。伊枵甲想要摕猪得食的豆糜煮鸡，毋过连这人嘛无予伊。后来伊觉醒，讲：“阮老爸有遐尼侪请工，因拢有米通食，阁食到有剩。毋过我伫遮得要饿死，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予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”伊就出发，转去老爸遐。伊离因兜还真远，老爸就看到伊，心真毋甘，赶紧走我去甲伊揽地，直直甲伊斟。囝就对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毋过老爸甲仆人讲，赶紧请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阁甲伊穿鞋，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抬，来庆祝。因为我这个囝是死去有阁活，失落有阁得到，因就开始庆祝。迄时大囝伫园里，伊转来，得要到厝的时，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。伊叫一个仆人来，问看到底是甚物代志。迄个仆人甲伊讲：“恁小弟转来，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倒来，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大囝非常受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苦劝，毋过伊应老爸讲：你想看咧？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。你连一只山羊仔都毋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你这个囝为着娼妓，甲你的财产开了，伊一个转来，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伊的老爸应讲：囝，你不时就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，总是你这个小弟，伊是死去有阁活，失落有阁得到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默想圣经和合本新译本、中文标准译本和合本修订版，拢注明今仔日这段经文是浪子的譬喻，也是浪子回头。伫现代中文译本2019年，煞是注明这个故事是人子老爸的譬喻。咱看电视常常有爸囝冤家伫事切断爸囝关系的故事，
第三个失去的譬喻所失去的是伊的囝。即个背叫放荡的细汉囝，硬要求因老爸分家产。第二家放荡拍喷、散车落魄、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才想到会当倒转去厝的瓦靠老爸。若照电视剧剧本，即个细汉囝转去厝的，一定是会有真大的冲突。耶稣的故事煞毋是安尼。即个老爸逐工踮厝的门口，看到细汉囝一个转来，细汉囝还袂赴会室的，即个老爸就甲伊揽条条。即个细汉囝还袂求因老爸原谅伊进前，即个老爸早就已经赦免伊啊。耶稣要甲咱讲，上帝就若亲像即个老爸，对伊细汉囝完全无去计较头前的一切，所以上帝也会接纳罪人，若亲像老爸接纳迄个细汉囝安尼。即个故事除了甲咱讲上帝的疼以外，阁有一个重点。一向规规矩矩的大囝看到细汉囝转来，老爸煞赦免伊的时阵，伊激气要赴即个宴席，老爸就走出来劝迄个大囝。即个故事落尾无交代即个大汉囝了后安怎？大囝所讲的，就是在场听故事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因守规矩，掠准家己是义人。其实，凡也听到老爸接纳细汉囝生气的，拢是即个大囝。圣经甲咱讲，世人拢有罪，人伫世间，毋是罪人甲义人，是承认家己有罪的罪人，甲掠准家己无罪的罪人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对于浪子的譬喻，愿理解你的大疼痛，以及你渴望经营甲阮迄款有疼的关系。这是何等的宝贵！这个譬喻也提醒阮，家己有可能是迄个细汉囝，也有可能是迄个大囝。上时，阮也爱学习迄个老爸的大疼痛，因为迄就是天父你所赏赐予阮的迄个疼。感谢俄罗斯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